以台南的南以及英文字 N 為核心，流動線條呈現台南順水而生的城市脈絡。這個 logo 在網絡頂端引發網友討論，這到底是不是新的詞彙？因為即馬的是以台南的南為主意象，已經用了10多冬。大概互考生像網仔，也毋過是在查證官方資料了後發現，台南市政府並無換市徽，網絡頂端傳的圖案其實是台南城市品牌識別系統主視角，甲市徽完全無同。原來這個識別系統2年前就做好了，然後只是他偷偷的、私底下的要求各單位慢慢的去做更換，這樣的一個多頭馬車，你要相關單位如何去 follow， 如何去使用呢？市府在市長黃偉哲卸任前的4個月，公布花了250萬建立了城市品牌，但又說這不是市徽，那這個品牌的意義在哪裡？在野黨批評黃偉哲市長卸任之前換市徽，質疑是不是浪費公款？台南市府表示是經過長時間收集各界意見，持續修正了後，才正式推出。目前作為文化、觀光、城市行銷以及國際交流的重要識別。第一個呢，台南只是推出新的城市識別系統，並沒有要因此而換掉舊的市徽。第二，市府不會為了換而換，不會為了換掉舊市徽而刻意的去拆掉任何的設施，絕對不會浪費公帑。那新的城市識別不是為了取代市徽，而是一套提升城市形象、強化國際辨別度的一個品牌系統。市府強調，兩個 logo 功能無同，未來嘛將配合設施維修、太古換新、新建工程以及新製作文宣電視機，道道倒立新的城市識別，未過另外開錢，而且新的識別會當運用在咧各類市政場合，陸續啟用以來，得到儕正面回饋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